过年期间，真侪人出国，疾管署也要提醒，最近国际上出毛的疫情是真严重，亲像欧洲出毛的病例就增加45倍，也因为这毛病真高，会透过空气、烂手就当传播，所有民众卖出来也袂多侪囡仔，是无做过 MMR 疫苗的囡仔去流行疫区，到时阵感染着毛病会真严重。农历过年假期即要到啊，未少家长计划带囡仔出国去佚佗。不过最近欧洲的毛仔疫情升悬，去年总计至少有42000个病例，比去年增加45倍。有一寡家长事先拢会做好相关防疫准备。会担心小孩抵抗力的问题，对，所以会先打疫苗，会先预防。如果真的要带他出去会啦，这些措施我们都会先做。医师提醒家长，若是要带细汉囡仔去毛仔流行的所在，一定要特别注意，因为毛仔是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，传播力真强，只要经由空气也是喷出来喙烂传染。症状包含发烧、烧甲真悬、皮炎、结膜炎等，3-4天了出现红色的皮，尤其1岁以下婴幼儿是为着毛仔高危险群，致死率达到1成。后疫情时代，其实个人防护其实都做得没有那么好。你身边的人可能打喷嚏，或者有可能飞沫这样子，你很有可能真的会就接触到。婴幼儿如果感染到麻疹的话，有可能并发中耳炎、肺炎跟脑炎，甚至致死率呢，在婴儿跟这个有免疫缺陷的幼儿，可能会上看5%到10%的一个致死率。疾管署讲，若欧洲、美国也部分的所在传出病例，外近台湾的马来西亚、菲律宾这国家，去年下半年开始疫情也继续升悬。虽然国内对111年9月开始到即阵无本土毛仔的确定病例，也无国际疫情升悬，医院有旅游为着毛仔加警官移入的风险，所以呼吁民众避免带也未晚1岁也是无注射 MMR 疫苗幼儿到即个流行的疫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